教大家喺東京成田機場點樣出市區。首先我哋預先去 Klook 嗰度買定 Skyliner 嘅車飛先。出到機場之後就去 Skyliner 嘅 Ticket Machine 嗰度排隊，但係注意翻啦，如果想即場買飛，但係又想用平啲嘅價錢買嘅話，咁就上佢哋嘅官網買啦。但睇住啲時間啊，真係好爆噶！拎住個 passport 去到部機嗰度 scan 一下，確定咗之後就可以選擇我哋去嘅目的地。座位有職員幫我哋手嘅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。你哋睇下，冇咩位剩噶啦。哇，咁快就搞掂晒啦！咁我自己今次呢就買定來回飛，咁因為方便啲啊嘛。入咗站之後記得去1號月台進發，沿住電梯落去。車飛嗰度有寫自己係第幾卡車，記得啊，係嗰個時間先好上車啊，唔好見車就上啊。落車嘅時候記住先插入 Skyliner 嘅車飛，然後再嘟嗰張西瓜卡。咁就順順利利咁樣轉乘 JR 線去你想去嘅地方啦。